旧历正月15上元也就是元宵，即天呢，照传统呢，就会传这圆仔来拜报食圆仔。不过医生也要提醒讲，这圆仔热量真悬，个恶消化，民众要食就要准则，尤其是有这慢性病患者，上好是食无包鸭的，才袂对身体造成负担。大人囡仔同齐摇元宵，算甲真热痛。旧历正月15上元暝是新正了后头一个月圆的日子。照台湾古早传统来讲，元宵节过才会当讲是过年了。也有人讲元宵节是小过年。传统习俗，民众会伫即天食元宵圆仔，代表过年人团圆。元宵节到咱小过年啊，主是食无济啦，迄顶吼，咱是食济食意思的啦。包啊烤食啦，嘿啦，迄内底有迄落有麻啦，啊有红豆啊啦，吼。即几天天气冷死死，食一碗小小的圆仔汤，毋若身躯温暖，也加添过上元节的气氛。但是病院护理师提醒，圆仔上自备落去做的，热量悬，嘛较歹消化。民众欢喜过节食圆仔，毋过量就爱准则。大家常看见的红色的、白色那种小汤圆呢，没有馅的那种汤圆，一颗呢将近大概有7大卡的热量。那最常见的，大家像我本身也很喜欢吃一些有馅的，比如说芝麻或者是花生的，它的热量更大，一颗大概就将近74到78大卡，所以还是要建议民众呢，在元宵节吃汤圆呢，还是要适量哦。护理师表示，食4粒有包鸭的圆仔，就等于一碗白饭的热量。油分、糖分嘛拢真悬，有糖尿病、痛风、腰子病这慢性病患者，上好是食无包鸭的圆仔，才袂对身体造成伤大负担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